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国道3号路南12.3公里的所在，早起8点半，4台车连环弄，先是这个小货车甲修理车相弄，过来一台客运弄到修理车，搁去弄护栏，啊，搁驶到有的游览车袂负险，各位客运甲整落，敢若是游览车甲客运的乘客都有65个人，其中有18个人受伤，啊，坐伫个游览车驾驶边仔的女导游，伤侪咧真严重，送病院救无转来，过往路。啊，这架连环车祸嘛造成大塞车。游览车的车头全部拢去弄甲密密麻麻，变成是歹铁啊！边仔客运车尾嘛拢落落来，现场满地拢是玻璃碎片，一片混乱。游览车伤患比较多，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再继续。车祸是发生伫国道3号路南12.3公里的所在，小货车先弄到旅行车，了后客运又搁弄到旅行车，最后弄护栏。后边的游览车袂互动，则直接去弄到客运，拢总有18个人受伤，1个人死亡。到院前心跳终止的女性欧卡，那在抢救之后，目前宣告急救无效。另外2名为中度伤害的病患，1名为开放性的骨折，预定开刀；第2名为颈部损伤。事故是发生伫透早8点半的时阵，拄好是上班时间，现场大塞车，不管是大车还是小车，全部拢袂顶袂动，一直到10点外，车祸状况排除了后，才开放中线，快乐出游，但是发生意外，游览车和客运都有65人，18个人送病院，一个女性的导游不幸死亡。目前调查的责任爱搁调查。